这样想要请问一下，林俊宪说你找过2位政治人物去瞧台北，有这件事情吗？找过2位政治人物，不是立委，是你的朋友。叫他直接就点名就好了，你不觉得他讲话越来越软吗？第一天好像这个磨刀霍霍，第2天就开始软了。然后我在离开立法院10几年的状态之下，因为长期没有工作，我有什么能力去关说？他一开始说我施压，我说我什么施压？我应该到按摩院去舒压，他就开始改了口径，没有必要这样子搞。选举到了不要一昧的抹黑，非常的无聊，直接就把名字讲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有种黄珊珊呢，黄珊珊还总统就说呢，要讲清楚这个各自的外泄到底是哪一些，然后说他们才来处理，然后不能只有一句国家机器就把它讲出来。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长得一副聪明相，怎么讲话越来越糊涂了？有一个人家遭到小偷被偷的东西，跑到警察局去报案，有没有可能警察说你把小偷给抓来？怎么可能呢？今天我们在南港买房子，就是有一个梦想，希望在捷运旁边交通比较好的地方。若干年之后，缴的费用发现我们负担不起，所以认赔，亏损的状态下把房子让掉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。然后说国家机器，只有2个单位有这个资料，第一台肥公司，第2是国税局。身为总统，马上立案调查就好了嘛。有没有官员泄露资料？就好像我招的小偷，你现在跟我说我到警察局，你叫我把小偷找出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所有的机器、所有的资源全部在蔡英文总统手上跟民进党手上，你怎么会提出这么荒谬的问题呢？选举是不是选情急了，离人民的心越来越遥远？逢寒必反，逢寒必黑，逻辑完全不通。当时找过黄珊珊吗？黄珊珊，所有当事人去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很清楚，我们没有任何能力去施加压力，也没有任何能力去，就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刚刚澄清过了，照片是在酸蔡总统，平常都照。我没有酸任何人啊，来，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没有了啊，谢谢了。这个差距拉近了，看你要拉近到6位数了。父亲接触吗？那时候我也不认识韩国瑜先生，我也不知我的陈情人里面有10几户的住户，那没有，我应该是没有见过他们，我应该就是一群来澄清的民众而已。对，我不知道李嘉芬是谁，我不可能知道，因为各位真的去过我的服务，就知道我每个礼拜2的晚上是全部都是30-40个民众会在那边等的，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，我们最后会留下他们的1-2个代表的联络方式，但不会有全部。对，我不记得有这个人跟这个事。对。当时是一群人，然后他们带了他们跟台肥的合约，说因为央行有这样的东西，但他们合约里面有问我那些条文的意义，那我就一听说，因为合约正常来讲，各位都如果买过预售屋的话，它会有一个条款，就是你可以贷款多少，那如果没有贷款到的话，你要自己负责。可这个条款里面是说，因为可归责于你的话，你不能贷款到足额，你要自己把它清掉。那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有争议的，叫做不单纯是可以归责于买方的，因为这是中央银行的贷款限制，所以我觉得有一点空间。然后第2个，他们台肥的合约，我记得有写得很清楚，就是这个房子可以贷款70%，所以我认为说，他们也认为说，他们当时的信赖保护是我可以贷70%，结果只能贷50%，这样就算他们再有钱，他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子凑出那个2成的差额。我听听也蛮有道理的。我说那你们到底希望我什么帮？因为这个跟市政府的公部门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也帮不上忙。我只能解释这个法条给你听。那他们对我的唯一的拜托就是说，那因为当时的台肥董事长是钟荣基钟董事长，那因为钟董事长是我们亲民党以前的秘书长，所以我不可能说我不认识钟荣基，所以我就说好，那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民众的困难反映给他要成行的对象，所以我跟钟董事长约，我很清楚确定我约的是钟董事长，因为我们刚刚是旧事，然后我也告诉他说这些民众有这个困难，所以我的反应就是第一个，我们可以帮你们约到可以对口的、可以做主的，因为他说底下的经理协理好像都不能做主，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只能去拜访。那我拜访就是我把民众的声音带到你们公司。那我还记得钟董上找了他们几个经理还是法务，就直接说以后由他们直接跟他的，这都是他的客户嘛，所以我就说那你们就自己联络。所以我处理完拜访完，我就没有再管后面的事。那一般如果没有处理好，陈情人会再来。那这个案子我记得是陈情人没有再来，所以表示说他们可能已经跟公司有一些协商。今天什么记者打给我的时候，我还在想说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，我完全
我完全不觉得昨天的新闻跟我个人有什么关系。对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应该会有印象嘛，因为那时候我确定我跟这些我的选民服务是谁都可以来的，只要有民众有困难的，我都会尽力的帮忙。这是我的处事的原则，但是我一定不违法，我会帮他们想办法，绝对不可能施压。我当时的身份是台北市议员，那我又不是什么很大的政党，所以其实我也不可能有施压的能力。